小静嘛，啊无较紧的，头毛拔较紧的啦，你袂赴啊啦。哎，别大个，稍又较整齐吼。好啦，小弟。哦，我真正哦，洗目睭发目眩，我无看过这么缘投的人啦。你甲看，你安尼哦，发出这个慢长的光芒哦。歹势我想要切眉啊啦。伤过臭目啊！你想啊，目睭有问题哦。啊，伊明明就是要做普通，都做臭的呢。什么波浪，什么臭？啊是我臭！我跟你骗，我跟你白头毛尔呢。我无骗啊，我徛在骗着啊。你今日骗着啊？爱说啦，你等者，不是啦，一透早就听到恁咧屁白两，啊你是安怎搁咧发性地哦？什么发性地？不是我你讲，伊性地足歹，啊人搁当生足歹斗阵的哦。哎，即摆搁吵，我臭是我的代志，我无叫恁骗啊！拜托，我甲你讲，我穿安尼是有原因的啦。什么原因？我要去参加阮村长的 fashion party。 fashion party。我是无时间陪恁伫遮耍啦。不是啦，你要参加 fashion party，你穿到安尼无遐多啦，怂拼拼啦。所以这是迄个 cosplay 啊，对无？有拍无？我看无。因为你的头毛无适合，头毛无适合。首先爱先洗头，洗头做歹。哎，你较大声诶！哎呀做歹，哎呀做歹。哎呀，做歹，应该毋是下的问题吧？你讲头毛会 QQ， 头毛用 QQ 较好看。我是有淡薄像啦。系啊，我做头又无洗的哦。啊，不过我有一个真心的建议。什么建议？我感觉是淘汰好。不是你这个面，规个头。需要去医美一下，才会当改装。恁到底是来安怎的啊？我来这而且还我一寡建议，啊你什么人我拢无介绍，啊你是敢袂伤无礼貌啊？啊，安尼我较有礼貌的。好，大声讲出咱是什么队？阮是家人青蛙队，哦，介绍一下。我是游婷，有定，我是陈映竹，英会竹，当叫我土啊，头啊，我叫你头啊落来啊，哦头啊，我叫做游莹，有有型，我叫做苏可贤。可可恨。恨呐！我小朋友都恁个是我建议啊啦。建议啊，听起来敢若真捌流行，真死行。一定的。既然安尼哦，我甲恁考试啦啊，看卖你是真的 fashion 还是假的 fashion？哦，我问恁哦，恁敢知影 party 是啥物意思？就牌，招哎呦，哎呀，流行安尼足歹。无毋对，就是足怕足流行。这句话也是外来语啊，因为日文的巴黎这个所在，巴黎日文就叫做 party。 Party。对啊，因为巴黎是一个世界上真流行的一个城市，对不？足 fashion 的，是，这就是 fashion。啊，你拢知影，所以 party，迄外来语就是因为日文的巴黎叫做 party。哦，安尼有了解啊？了解啊。后摆参像看到我的时候，哦，尊长你若穿甲 party，无可能。这是公平在啦。请安尼冰冰蹦蹦。好啦，辉弟哦，恁即马嘛拢知影，有学到物件，就通啊离开啊。加油啦！加油啦！耐用的啦，我今仔日要来提补充，而且我拄则已经互你建议啊，想袂到你是一个过桥踢桥帮的人，过桥踢桥帮，你讲话讲到这尔重。你真正足过分的。你一摆比一摆较请啦。伊头拄安尼才使改帮。好，我就互恁参加。你若真正无摕到保障，千万唔通怪我。敢会用的？加油！好来啊，你有要加油者，无还是无啥物信心？金老三，哈，水啦，非常的无气势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힘내卡。做火球进步，守卫队员爱合力控制球啊大球，看球上尾落落去迄个回合，另外一位队员就要向前踏几步，而且回答出共声母的字。阮的船员卖伫咧珠仔塔内底，甲恁斗相共哦，嘿嘿。嘿，对，白大虾，你就是爱保持这个气势，好。游泳头先按骨啊，伊有足悬的，敢若真歹的感觉。游泳，这阵啊，台语练习了啥款？通常拢甲向你讲，教讲台语，这话是阿姊就是迄位，是毋是？阿姊，
你负责伫这个所在，你敢会真有压力？几点嘛？一点嘛，这声母你有熟悉无？有哦。哎呦，赞哦！准备好未？好啊！第二哦，豆豆行哦。加油啊！来哦，准备这招，现在噶。来宾好起啦！来，直接！叫起啊！嘿，个开掉，哈哈哈！起红色，哎！啊！拍谁哦？一波。我娘，彼是倒有啥物字？滴滴。什么啦？我妈我白讲的。来。起啦！过来！来去飞过这个彼是宝有啥物字？本地。对。来。起啦！手起啦！啊，一秒！这个 KH 是科有啥物字？考。对。哎呀，一滴啦！来，继续我来。好起啦！啊，手起啦！哎呀！几个？两个。一、两 K 是哥有啥物字？哥哥。对。好起啦！来，这边，过去，看啊，过。别改。好，这个。好个仔。这是日有啥物字？日头。对啦。来，准备，好起啦！哎呦！时间刚过有。这个 TSH 是吃有啥物字？草皮，对。还有时间到，来，出来，好是不是？啊，恁两位表现了真好，加薪水嘛？加落啊！水啦！哈哈，头先第一个是啥？T 是啥？的刀。啊，刀有啥物字？图书馆，图书馆。豆丁，斗顶。农场。哎呦，收来，后一题开始歌有啥物字咧？相关，升管。歌管。手，歌手。继续来讲麦。这是啥？日。拜二，还有虾子，虾西字哦。啊，好来讲麦，恁拢总着7个，通啊摕到一块大片，一块鸟。哦，一块鸟。手起来安尼算，他摕到一个算咱有手着。对。看要大伫咧倒拢会用诶。好。一题是啥哈？一题是背乌啊，背乌。来这。你无带目镜哦。淡薄雾。背乌。背乌。目前是一块大片，好，我感觉真放心。所以后一关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台语上练档，连啊顶的两个人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作答的人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扒落来进前看又第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大片。若惊险，就赶紧落来休困，我会保证恁就摕袂走啊！客人来，除了这骨啊，还有足侪好食的物件。在小朋友头先伫遐开讲的过程，哇，是不是甲阮推荐一下有啥物好食的，还是好耍的？有无？萝卜饭，萝卜饭，倒位的？家人庙口。庙口的啊？啥专时啊食迄间萝卜饭啊？你大概去拢有食？基本上去拢会食啦。啊，头啊，你有要去介绍的无？咖喱面。啊，咖喱面哦，你爱食咖喱面？咖喱面就是炒面对无？对。还有炒米粉啊。会使记起来。好啦，真侪好食的，拢开始流嘴烂。袂用的。我伫遮祝恁变成萝卜卡。加油，点来噶！来哦！开始啊，几个哩？几个哩？啊，个动物。一种动物咯。鼻啊足长的。鼻啊足长的。树。哎呦，正几个哩？几个哩？两个哩。感冒时阵要
你到底对？门牌地址，哦，我地址。因为你哪这好友啊？对啦，地址啦。几个哩？两个字，有讲有姓名？无姓名。会食无？贵姓有人贵姓？名字。姓名字。背包。好水。对。两个字。有当时有做厉害人，家己去学校啊，去世界咧。去人讲伊啊话。好，讲就讲啊。啊，讲就讲啊。可是迄几个哩？三个买物件啊，买物件会用到，我唔惊用到，10块5块用3。哎呦！几个哩？两个果子，一种果子，3块，内底有籽。啊，西瓜。芭乐。水。几个哩？可是三个字，有人做到的，啊了表演结束，啊了安尼，啊到一个你，对，我写。水啦。我只水落啦。可是两个字，有一种做咖啡色，可是真人会用的，鼎，咖啡色真人会用的，会当食，会当食，豆油豆油嘛。是怕死了。水。对啦。对啦。对。就是去陪帮，签名字，签名字。对，姓名字。你讲啊，好来。哎，是讲啥意思就对。跟两个字，明昂昂，一种生命，完工，三都是大。哎呦。几个哩？三个字，会当看到青观鸟，会当互人参观呢。哦，会当看。天文馆，对。啊，这好友啦，安尼是变怎啊？点关迄只，点关金马，红尊，香琴，昂准。几个哩？几个哩？两个字，人世界去到位，地价啊，要去倒位？那是你。啊，是我。天堂，对。天堂该用的天堂，几个哩？两个字，一个种运动，一种运动。爱穿做内衫，因为会顶。爱穿子太，想这个衫。哇，这个乱的。总算是煞。我嘛知我足够乱的啊，乱了真好，啊，不过伊嘛是足够白的啦。好来，做伙出来复习一下。好，咱来复习一下。演讲，你讲真厉害的人会去你，对吧？会去参加一种比赛。企喺舞台顶来讲，各位老师、快表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嘿，今仔日要讲的题目就是足够话的人，无唔是。会人，发表应该对你不？的想法。好，来后一个，安怎念？出标，敢有算过？无，伊的爱情的啊，爱情就这衫，这是啥？因为寒嘛，头发够骨嘞。头壳足骨的。哦，对。啊，这个线索应该就约会到啊。好，来看卖啊，恁拢总得到13题，通啊摕到2块大片来哦。有人去摕2块大片。好，啊，咱来只看卖，看到底要打伫咧倒位。树蛤啊，敢若妈祖鱼啊。都一样的。好，加油！哦，搁一个。哦，金红票。哎呀，敢若真有信心的感觉。我去上尾关，准备接招，演来个。听我来讲故，这关要来考验恁讲故事的能力。队员虽然抽一张牌啊，甲牌仔顶面的物件连做一条故事，2回合看会当讲到几条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大片。我上介意看你上脑筋啊啦！咱头先啊，伫题目内面有讲到演讲，对不对？演讲，你敢有参加过演讲的比赛？我是龙头，你是龙头？哦，龙头表示讲因通啊安尼看，那读个故事，对读故事的能力可能有哦。应该真好一定爱加减嘛。应该会哦，袂歹哦。恁位有要换位无？无。就确定安尼？对，因为油田的待遇足好的，是，会当互伊来收尾就对啊。收落来，挑牌。来，一人挑一个，先莫掀开哦，我讲，请掀开才掀开。好，
好，请显开。一人抽一个，先莫显开哦，我讲请显开才显开。请显开。题目是，来一个念。土豆，土豆， Thank you。大声讲出来。蚊仔水，蚊仔水，电电菇，电锅，电锅，电菇，花园，好啊，我记啊，第二项就开始啊哦。现在个，哦，有一讲 B B 对掉了，B B 就掉了，B B 对掉。你豆豆讲，无人甲你看，吼。 B B 对掉了，摕一包土豆，伊妈妈讲，吼，你甲我土豆吼，摕去吼，恁阿公，我就摕土豆夹去摕去我阿公。我经过天桥，摕叫遐就侪，天桥遐足侪蚊啊！行去天桥，天桥遐一个蚊拄啊好有只，拄啊好我有只蚊仔水个，就摕出来喷喷的。喷喷。真系喷喷的。还不想白讲。我着甲土豆摕互阿公，阿公就摕去电锅吹了，我个摕出去外口去花园分互大家好朋友食。大家好朋友食，好。好朋友食，好朋友食，哎呦，佫算袂歹哦，同尾佫接到第一个土豆摕去吹。我感觉是袂歹我感觉足好的啦，这蚊仔水足歹讲的呢。好啦，袂歹啦，最后佫有迄种分享迄种心情。对，你看伊佫摕去花园甲人分享，算有爱心啦。对啊。好啦，这5题过啦。来，大家甲收起来。来，请起来。来，队长一定要好好啊抽哦。哎呦，来，先莫看，先莫看啊！我这期待。好来。老上尾一点而已，别看，别使看，请拍开。来，拍开。来，哎呀！bonus 就伫个咱队长的身上，海底甲钱地啊！来，你的题目是啥？电脑，来，无笔，鸡蛋啊，海底。哎，代志，大姐，门，啊，这个 bonus 就是两个拢爱讲到，才有会送恁加一题，吼。非常期待的这个故事，希望这个故事会变成一个真好听、流传千年的故事。满够流红。来哦，准备就叫，现在个。有一天，BB 队长想要写毛笔，可是伊袂晓写，伊就去电脑店观察毛笔要安怎写。哦，伊就开始摕毛笔沾水开始写。哦，看迄电脑里开始写，啊，拄好，伊就想讲要练习，看要安怎写，伊就拣两个词，上难的词就是钱地啊，甲海底。伊摕这毛笔就开始写钱地啊，甲海底，写一半的时候，拄好伊妈妈就看到讲伊最要的。妈妈就有准备来机，互你比对食，写了了一个继续写了总算好啊了一个大地门点馆。好，煞来啊！表现足好的啊咧。煞，来，机啊先喊我。哎，要写毛笔字嘛，用电脑吹。啊，毛笔对，毛笔已经先出来。袂两字吗？袂当想出来哦。我要互伊想出来啊！照你讲是袂使。但是吼，这个因为中央真正是出一个大问题啦。我记得是想要到伊用上简单的方法讲这个故事。我写钱地啊，甲海底。这是有较勉强小可啊。小可勉强。小可小可勉强啦，所以咱这个毛笔先讲出来，扣半个。啊，你这个部分就甲你扣半个啦。啊，你是扣一个。靠一个。啊，你原本9题，通啊摕到2块大片，两块大片。啊，毋过2块大片就是2块大片 ，bonus 就无啊。都无去啊。因为有扣到嘛，就是淡薄勉强啊。啊，你都莫有意。好。 2题已经真济啊啦，好啦，终于你摕到2题啦，来，请摕。两块大片，你看你要摕倒一个大片哦。来，摕大片。咱来这后边。
米鞋，来讲啥？还讲啥？还有这几个，王城，王城好，来，交大给你。青菜青菜，拢会用的。哎，再耍，对，再耍啊！啊，搁一个。这堆拢会紧哦。哎呀，会敬畏哦。好。哎呀，好，拢总摕到5地大片，哈哈，到底会摕到宝藏无？进来个！嘿嘿嘿嘿嘿嘿嘿。三届无钓的机会哦，有三届哦。三届无钓的机会对啊，对，是三届啦，三届无钓的机会。我感觉这纪录介大，啊，恁有想要换位无？要换位大片要换位无？安尼就好。安尼就好啊。确定？确定。有影，我甲伊操作公平。免哦，阿相要来背。有定啊。好哦。较大力的。手甲扛起你。一届机会尔。一届機會爾，啊，射一個，而且啊射超過一個咯，所以你要淡薄出來咯。好，啊，你免甲加油一下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到底下到寶藏無？你袂使加油。車尾。加油！拜托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，反將！哎，差一絲仔都無掉啊咧！哎，差一點點啊！射去樹角仔遐，那還佫加背一個。他得到的是木造七頭米，是安怎一屆佫摕兩個啊？真古錐咧！這禮物是啥？兩項物件。豬仔台。他應該有豬仔台啊，都有咱這個水果的這個音樂客啊。音樂客啊！摕到這個做，你看伊嘿射掉啥？樹角仔。手柑啦。對唔對啊？一屆摕兩個，哪有遮好康的代志？原來學台語有遮濟好康通啊摕。當然啦。安尼繼續學無？沒了，要繼續。啊，繼續講無？咩？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到底講台語。再會，莫過來摕寶藏啊，拜託誒。